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Sake 樂日本酒旅。咁今日咧就想介紹一下咧一個每年4月份都會喺東京舉行嘅 Sake 活動 Craft Sake Week。咁我係2024年咧咁啱去開關東嗰邊地方去做酒造結合嘅時候咧，咁路經東京就有去參加嘅。佢舉辦嘅地方咧，其實就係六本木山啦 （Lok Poking Hills） 啊，咁都係一個非常之出名嘅地方嚟嘅。咁啊，只係需要咧你搭地下鐵喺六本木站出，咁入邊咧就喺 Lok Poking Hills 嗰個出口出咧，大約行5至10分鐘咧就已經去到呢一個地方㗎啦。咁佢本身咧都係一個商場嚟嘅，咁啊隔離咧仲有富士電視台啦，咁所以佢本身都係一個即係已經出咗名好多年嘅景點㗎啦。即係佢出邊嗰條街咧，就係每年聖誕節都有晒聖誕樹，兩邊啲樹着晒燈嗰個就叫 Lok Poking Hills。咁啊，講翻呢個 Sake 活動先啦。咁其實呢個 Sake 活動咧，大約咧就係2個禮拜時間到嘅。咁啊2個禮拜咧都喺 Lok Poking Hills 啦、六本木山中庭嗰個位置舉行嘅。咁佢咧就2個禮拜咧，其實佢每日咧都有唔同嘅主題啦。咁每日咧都有唔同嘅酒莊咧去參加嘅。咁啊，每日咧就大約有10個或者12個酒莊參加啦，咁啊視乎嗰日嗰個主題啦。咁啊，其實佢嘅地方咧，因為佢都係喺個場入邊嘅一個中庭嘅地方啦，咁所以其實咧佢地方咧就唔係認真好大嘅啫。咁啊，大家可以想像咧，其實佢都係一個幾千尺嘅地方嚟嘅啫。咁啊可能你就咁會展嘅一個廳都大過佢好多。咁啊，但係啊，點解佢都仍然係咁多人去咁出名咧？特別咧係好多外國遊客去，咁因為咧其實佢本身咧都首先 Lok Poking Hills 都係一個遊客景點啦。咁第二咧，其實佢都搞得幾國際化嘅，佢個網站咧都有英文嘅。咁啊，除咗啲原因之後咧，其實我有去到現場啦。咁佢咧係將Sake 咧唔係話即係傳統，譬如我之前去東京 Sake Fair 嗰啲咧，就真係一啲比較即係有個 hall 咁，入邊就有唔同嘅 booth 去做 tasting 啦。咁個感覺有啲似去會展嘅。咁但係因為呢個咧，佢喺六本木山舉行咧，感覺就比較輕鬆同埋 chill 啲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佢嗰個裝潢擺設咧都係比較西式嘅，即係所以你見到入口咧有個比較西式嘅地方啦。咁咧佢亦都即係有 live band 咧，佢可能每2個鐘佢就會即係有10零20分鐘嘅 live band 嘅表演。咁所以成個氛圍咧就俾人感覺就唔係認真好日本嘅地方，反而我覺得咧係有啲似一啲比較西化少少嘅地方去enjoy 個 Sake 嘅。咁嗱入到會場咧，其實就先咧就要去即係好似一般嘅 Sake Fair 都係㗎啦。咁我就先去買飛啦。咁買飛咧其實入場係唔使錢嘅。咁啊即係如果你話你入場一杯都唔飲，純粹入去行下，咁其實你係唔需要俾錢嘅。咁但係咧即係冇理由嚟到唔飲㗎嘛。咁所以我都買咗個 token。咁個 token 就會即係包一啲 token，即係其實買咗之後咧，咁你有隻杯啦，咁你俾 token 咧就去試唔同嘅酒，咁唔同嘅酒咧有唔同嘅需要嘅 token 嘅。咁啊，我就買咗 token 之後咧，我就去試酒啦，排隊試酒。咁我嗰日去咧，其實就大約有10個酒做到啦。咁啊，包括有新正啦，同埋我好中意嘅回津涼。咁啊，我自己試酒咧，其實我就揀一啲咧，其實可能香港會冇嘅酒嘅。咁啊，其實新正香港都有啦。咁回津涼咧，因為舊年咧啱啱就發生呢個即係福島放呢個輻射水咧，其實香港就相對比較難飲到福島嘅嘢，咁所以我就揀咗回津涼。咁就好簡單嘅啫。咁我行到去個 counter，咁就睇下佢有想飲邊一杯幾多 token，俾個 token 佢咁樣。咁啊當然其實除咗飲酒之後咧，佢都有啲小食嘅。咁啊都有一啲即係唔同嘅酒造嘅人咧，佢哋都會着住件髮披周圍行啦。咁啊都可以同佢溝通影下相，咁都有少少嘅地方啦，簡單就可以坐低下咁樣。
咁就你問我咧個活動咧，如果你特登要喺香港坐飛機去咧，我就覺得唔係幾值得啦，因為其實都係即係可以想像下，只不過可能喺蘭桂坊其中一個活動咁樣，即係你特登坐飛機去，我就覺得唔係好值得嘅。咁但係你話喂你係想去感受下，你又去開東京，又中意依啲參加下依啲唔同嘅活動咧，咁啊六本木亦都唔係遠啦，一個交通非常之方便嘅地方咧，咁我就覺得你可以去感受下個氣氛嘅，即係入場買個杯有個 token 咁，你咪當其中一個節目咯。咁如果係咁咧，就都可以去感受下一個即係都叫喺日本比較出名嘅一個活動嘅。咁今年咧，其實佢咧都係喺4月舉辦啦。咁今年咧2025年咧就會係4月18至29號嘅。嗱，咁咧呢幾個日子咧啱啱係撞正我哋香港嘅復活節假期嘅。咁如果你即係復活節假期買咗機票去嘅話咧，咁你係可以順便去下六本木山去參觀下呢個Craft Sake Week 啦。咁我咧就係冇事先買飛嘅，因為我係突然間個腦經過，諗起有個 Craft Sake Week，咁我就自己中咗去六本木山，所以我係冇預先買飛，我係亦都係就咁去到就咁入場買 token， 我又唔見大排長龍。咁可能我去嗰日咧，佢都已經係去到活動嘅中間，即係唔係 opening 嚟嘅，即係唔係開始嘅時候。咁所以其實我又唔覺得，我又冇特別要再上網訂飛，我都係就咁 walk in 去啦。咁可以去下啦。咁同埋再講啦，其實六本木山咧，如果你話作為一個商場咧，我就覺得冇乜嘢行嘅。咁但係我自己個人咧就好鬼中意去埋佢隔離嗰個富士電視台啦。咁富士電視台我入去做咩咧？咁嗱，首先如果你要影相咧，佢有個叮當你都可以影下嘅。咁我個人咧就好鬼中意去間商店度買嘢啦，因為即係佢都電視台咧會出好多周邊嘅，咁我就會去即係睇下有冇周邊嘅嘢賣咁樣。咁所以可以咧去開東京嘅4月今年啦，2025年4月18號至29號，你去開東京嘅，咁我覺得不妨花個零鐘時間去即係感受下呢個 Craft Sake Week啦。咁下次再介紹其他啦，多謝，拜拜。